头一个你娘，你安怎？你要讲啥？你想要讲啥？你想要甲我讲啥？无爱互家讲尔对吧？你无甲我好啊？你无好呀？无过一摆啊，较侪机会。我无利用。我无就会晓用啊。头一个你娘，你娘呢？哪个？安尼心情敢有好？心情就足好个啊，气毛子足痒个啊，吓。又很是。安尼敢有好耍？恁家己讲，恁叫啥物名？我叫 Elsa。我叫 Elsa。我叫 Elsa。要不要鱼啊？你多少岁啊？姐姐好看的那个色的好的呀。对。多少哩？这个好的。我这我说两个照片。遐无啥物肉啦，即块有安创，即块。你今带你去海边耍就忝了哇？要不要收多少？鱼排。要一人一半无？啊？看起来煮的毋是上好食，你买啊？恁咧创啥？我咧看电影，看电视，我看泡泡。伊讲我想要看泡泡呢，我看拍拍拍。啥无爱看 Peppa Pig？伊讲拍，我没看。恁遐济人咧看电视哦。对。哇，我都靠要硬菜啊呢。即马看倒一出这没看过泡泡。 Rapunzel。Rapunzel 台语讲啥？但我讲这。Monkey 困去安尼，到啥那困去安尼？啊，到你 Blue Baby 嘛困去安尼，你看伊目睭无闭起，这我咧看呢，谁咧看？这我。你讲伊头壳顶迄个鸟啊？啊，你今日甲谁耍？鲁安啦。陆安，陆安是查甫啊是查某的？查甫啊是查某的？查甫的。查甫的？啊，伊甲你耍哦？那才好。你无朋友啦？哦，啥物我无朋友？我的朋友足穿的啊，是一个足厉害的人哦。不。我的朋友叫米芳华，你捌无？米芳华，你知无？你要话你比胖华安尼啊？阮外贴的呢，啥物我无朋友？阮始终惊我兼伊后外贴面讲啊，啊，你今日甲陆安算啥？无算啥呢，我甲你讲过啊。你甲我讲过啥？我甲你讲过啊。啊，你算啥物啊？啊，无算啥啦。安尼啊？看阮翁有缘投无？啊，陆翁有缘投无？笑的啥物声？亲爱的 Q 口，当你看到这张批的时阵，
你应该已经离开火烧岛啊。